陪伴许多人长大的 Hello Kitty， 在诞生45年后，将进军好莱坞，成为电影女主角。日本三丽鸥旗下的美乐蒂、蛋黄哥等人气角色，也预计在电影中登场。虽然这部片还在剧本编写的筹备阶段，已经获得极大关注。日本三丽鸥宣布，超人气角色 Hello Kitty 将要前进好莱坞跃上大荧幕，目前正和曾经推出《魔戒》3部曲的制作公司规划细节。这次抢下 Kitty 电影版权的是华纳兄弟旗下的新线公司，光是和三丽鸥讨论版权事宜，就花了将近5年。电影中除了凯蒂猫，三丽鸥旗下的美乐蒂，还有以发懒出名的蛋黄哥，都预计出现在电影中。目前电影已投入剧本编写阶段。Kitty 自1974年问世后，在130国推出超过5万种商品，不只有专属主题馆，含 Kitty 馆1400，还有新干线列车。记者：天啊，到处都是 Kitty， 好可爱！1号车是贩卖区，可以在休息区放松一下。Kitty 用可爱魅力疗愈粉丝的心，粗估身价高达60亿美元，相当1850亿台币。这次负责 Kitty 改编的华纳兄弟，也陆续把乐高、皮卡丘搬上大荧幕。一向被称为无嘴猫的 Kitty， 在电影中会不会长出嘴巴？而电影究竟是以真人还是动画方式改编，都还是未知数，也让粉丝更加期待。